咱台湾申请要加入 CPTPP 的文件，哪像去互人漏泄出去？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，无排除是中国的认知作战，挑工避鬼，要干扰咱申请的定数。若咱未来敢有机会甲别国签经济协定咧？行政院政委陈进忠表示，会有好消息。接受电台专访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忠一路为 CPTPP 重新启动服务议题，讲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。从6月初头一批协定签署完成了后，陈进忠认为讲，这款的模式嘛会当应用伫咧 CPTPP。未来敢有机会甲其他的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，伊嘛讲会有好消息。如果参考这个我们首批的台湾美国之间的这个协议啊，因为它非常正式，而且它结构很好，结构很完整。如果这个能够推广到其他国家的话，这当然对台湾的关系啊会是很大一个进步啦。陈进忠表示，任何消息提早公开，拢有可能会致使失败。适当的时间会阁对外来公布。也若对 CPTPP 申请的文件流出去的事件，陈进忠认为讲，影响的范围抑阁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回应讲，相关单位当伫咧追查来源，无排除是认知作战。国安局正在追查讯息的来源，那我们不排除是假讯息作战。那要干扰台湾申请参加 CPTPP 这个申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程序。外交部甲国安局目前抑阁伫咧查证文件是真是假，嘛呼吁民众爱有辨识的能力，判断网络流传的文件是真是假，唔通转传这种去互变造而且来路不明的文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